正所謂天人合一，秋冬樹葉落，人喺秋冬季節亦都順應自然規律，會相對甩多咗頭髮㗎。腎其華在髮，同時亦都主恐懼，所以當我哋甩多咗頭髮嘅時候咧，首要係唔好驚，因為越驚就會甩得越多。另外，女士們亦都可以放心少少，因為女性嘅禿髮嘅機會相對比男性係少好多㗎。咁有咩辦法呢？我哋可以將1到2滴嘅生薑精油放入1次份量嘅洗髮露裡面，記得撈勻先至洗，亦唔好一次過放晒喺頭頂，咁樣會太刺激我哋嘅頭部。當然最好就係用自己磨成嘅生薑汁，每次用半湯匙嘅份量。至於護髮素，建議大家間中用就好啦，盡量唔好貼近頭皮嘅位置。如果大家想睇多啲資料，可以參考我嘅 YouTube Channel 第61集脫髮白髮自救法。鍾意呢段片嘅記得 Like、Share、Comment 同埋 Subscribe。如果有咩 topic 大家想聽，歡迎留言俾我。中醫或者身心靈嘅角度都冇問題，最緊要記得撳埋個叮叮鐘，咁樣你就唔會錯過每一段片啦。